應啊！嗱，而家我哋有結婚嘅時咧，係我哋嘅師兄係發生冇幾耐嘅事情嘅啫。每個人張台咧有一張呢啲咁嘅報紙影嚟㗎啦。啊！我而家好想邀請佢自己出嚟講佢自己嘅親身感受。好，啊！俾啲掌聲佢，俾啲掌聲佢，唔話得先。嗱呢啲咧，佢係得到師公嘅片嚟支持佢啦。佢都使我唔少功夫㗎啦，唔係而家。各位嘉賓、各位師兄仔、各位同事啊、師傅、師母，我合作啊，合咗呢個功夫咧都有10多20年啦，都有幾多？咁最近一次咧，就喺今年嘅2月14號深夜3點鐘，我揸住架的士喺呢個3號幹線有尖沙咀方向，去到呢個近大角咀地鐵站嗰附近咧，我當時嘅時速係90公里。即係講快都幾快啊，嗱都。咁因為3點半鐘咧，3點鐘至3點半係冇乜人，車又少。咁我向尖沙咀方向嘅時間咧就突然間喺我左手邊有一架私家車切線跟埋我度，咁我第一時間反應咧，梗係閃避佢啦。點不知已經到閃避嘅時間已經到咗呢個防撞欄嘅中間嘅石等，咁突然間咧已經係時速90公里已經撞咗埋去嘅，得1秒鐘嘅時間俾你考慮，咁啊自己冇咩時間啦，可以覺得嗌矛都未嗌得切，一諗起老師公啊大顯威嚟，8打8勝。咁咧彈翻出嚟，咁啊打咗個白鴿轉，咁啊當時我已經冇乜事啦，咁啊落車，咁啊跟住啲差人啊、記者啊、隧道公司職員嚟到，話你想唔想入醫院啊？我話唔使，冇事啦。咁啲記者話冇理由啊，冇事咁，冇事咯。咁我呢次咁嘅交通意外咧，我都認為係得到老師公嘅扶持。得到吳敬威師傅嘅教導，傳授啲功夫俾我。我喺呢度咧，希望各位壇下弟子唔好諗住老師公扶持你8打8勝，你就有意外發生嘅時間先至去諗住老師公。要長時間上本學我哋老師公嘅功夫，啊！等個老師公知道係你有呢個所謂咩啊誠心、神心、真心。好嘢！講呢個咧，特別多謝老師公扶持我。我係講今次嘅最近嘅一單。06、07我都有發生過，都係老師公扶持我。咁咧遠嘅唔需要再講啦。咁我喺呢度咧，希望我哋南山護法王神功8打8勝，名揚四海。喺呢度我特別多謝吳敬威師傅。咁而家遵眾要求。講我喺89年有一單嘢，咁係點解？因為當時嘅環境就喺紅番區燒嘢，
咁啊啲師兄弟叫我講嘅，我唔喺度講埋俾各位師兄弟聽。咁啊，你知道夜店宵夜啊，梗有多少種狀㗎啦，係嘛？當時我一個人手無寸鐵，咁啊對方可以吹雞，所謂吹雞，大家都明白㗎啦。大約有20人到啦。當時嘅武器係咩咧？摺凳、水喉通，同埋日本好興嗰啲叫武士道嗰隻東洋刀，大約有5尺長到啦，4把。咁啊目的咧就係我，咁咧我可能我得罪咗人就知啦。咁你茅台雞一個啊，係咪先？咁就對住我啦。咁我當時我太太都在場，我啲親戚都仔哋兩個喺度啦，都有啲暈咗添，可以咁講，嚇到暈咗。咁啊4把東洋刀喺我背脊係咁插落嚟啦。我個頭上就埋咗4支水喉通，嗰啲摺凳後邊都話好犀利㗎啦已經。咁我朋友冇辦法啦，一嚟請老師公啊，拉茅。咁啊跟住即係可以感覺到嗰啲凳啊同埋嗰啲嘢會彈開嘅，咁啊跟住走啦。咁我咁嘅年紀咧，就係講8、9年都40幾歲啦，都可以走5條街唔使轉你嘅。翻嚟個現場嘅時間，12車輪嚟嗰啲已經到場啦。咁啊，我當時咧就着件恤衫，就已經好似人哋拍戲咁爛晒㗎啦。咁啲頭啊又損少少啦，後邊除咗件衫睇到佢4個窿。咁我第二日上去答謝老師公，咁現場咧吳敬輝師傅都在場，見到我當時嘅環境都係多謝老師公扶持，所以話呢度即係呼籲各位師兄弟又好，弟子又好，學咗呢家功夫，唔好希望呢家功夫永遠喺自己有意外嘅時間先發生。我係醫好有啲人咧就好疑惑嘅，點解學嘅功夫都好似冇乜料到咁？你如果99歲命嘅，都係平安嘅，就唔需要老師公扶持。你記住呢一點。如果到你有需要老師公扶持嘅時間，一定會幫到你。希望各位記住，唔好以為學咗功夫就去蝦人啊咁樣，啲係自衛防身。到有事嘅時間咧，老師公自然會扶持你㗎啦。好，喺呢度我特別多謝南山護法黃神公，多謝老師公，多謝吳敬輝師傅，多謝大家不對。